农委会甲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国产的农牛原料防疫食品的销售竞赛，选出6间的食品业者9项的产品，其中用含溃杀菌来处理的吹头啊系列的产品，摕到冠军的宝座。农牛署长做总破赛亲身料理示范指出，吹豆仔料理业者是透过先进的杀菌法，保留豆仔的营养甲原形，以1800万的销售额，摕到国产农牛原料防疫食品销售比赛冠军。它必须要常温，可以长期保存，同时它要营养充足，另外就是要美味可口。这个活动伫全台通路进行3个月销售比赛，最后评选出6间食品业者。9项产品，老人讲的是有影的啦哈，因为香蕉就是我讲的，还有色氨酸，所以它真的可以抗忧郁。所以阿嬷跟我细短吃金结皮是真的。就像南瓜，我们可以把南瓜连皮，红萝卜也连皮，一起下去处理，去细化，然后处理出来的它的产品的一个质地是会很细致的。农牛署表示，讲9项上市的国产农牛原料防疫食品，今年前8个月销售额是6265万，估计年产值会使超过1亿。未来会阁依照市场反应，开发出更较多元的防疫防灾食品，来带动国产农业的发展。